再來看這中華新港大同國小附近前2日是發生這轎車弄到電火條的意外，規支電火條是安尼斷做2節，轎車的車頭嘛密密麻麻，加在這車頂2個大人加5個月的紅仔呢是干那輕傷爾爾。台電這方面是表示講弄斷去的是第4台的電火條，並無造成停電的影響，目前已經通知相關單位趕緊去處理。轎車原本好好駛佇路的，唔知影什麼原因，煞雄去弄到路邊的電火條。代志就發生佇這個月19，中華新港的大同國小頭前，車禍弄甲真大力，規支電火條當場斷做2節。救護車接到報案，趕到現場救援，加在車頂一對翁某加5個月大紅仔仔，攏只是輕傷。到現場的時候，現場患者狀況皆輕傷，他表示有疼痛。經評估外傷，我們是做初步的外部神經學檢查，經檢查後頸椎經無壓痛情形。那患者共有3名，分別1男1女及1個嬰兒。警方表示，姓周的駕駛當時在紅賽加5個月大紅仔仔，經過新港鄉中心路7段，車輛向失控，弄到路邊的電火條，造成電火條斷去，轎車的車頭嘛弄甲密密麻麻，駕駛97達失靈，初步研判可能是因為細心才會發生車禍。周姓小姐駕駛自小客車自撞路邊電桿，電桿斷裂，已經通知台電來維修了。周姓駕駛經酒測值是0，自撞電桿的原因經查，可能是因為駕駛一時恍神。台電調查指出，弄斷去的是第4台的電火條，並無造成失電影響，已經通知相關單位去處理。警察也提醒民眾，駛車一定要專心，落實防護駕駛的觀念，避免發生交通事故。記者楊淑靜，中華報道。